我爭咗匯豐成500萬，我成年啊爭咗匯豐500萬，冇還過本金，冇還過利息，點解唔告我破產啊？呢啲咩金融機構嚟㗎？成日都揾啲收數嚟煩，依法辦事啊嘛！香港有法律㗎嘛！我成年都冇俾過利息，年幾啊冇俾過本金，不斷用收數嘅嚟煩。哇！呢啲機構香港有法律㗎係嘛？煩埋我屋企人，你哋班收數嘅。喂，香港仲係封建時代，要豬年啊！明朝啊，應該幾百年前啦，唔超過600年。嗰度有一個知識分子同個皇帝講：你咪誅我咯，誅9族唔夠，你咪誅10族。佢真係誅10族，連啲學生都殺埋。呢啲係文明，係遠古啊！每個生命嘅獨立國度係唔關屋企人事嘅。我想我屋企人安靜、開心。我成年都冇接觸過你哋班收數嘅。我講俾你聽一件真人真事。東莞石龍，我嗰陣時返大陸，我屋企人喺祈福新村住。有一個債主，我同你講真人真事，有一個債主，我爭幾百萬，收數嘅分就分到100萬，幾跟到嚟大陸。喺石龍火車站同我講，要我還錢，如果唔係喐我屋企人，知我屋企人喺祈福。我喺高等法院被頒布破產嗰陣，同個官講咗，我日日要帶刀出街，因為我知道我生命受威，我攞住把十字牌同軍刀，即刻賴尿啊！出嚟做收數，收到嚟大陸，賴乜柒尿啊！